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篇，列王纪上卷第5章13到18节，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第6章的第9节。今天的主题是荣耀的教会。所罗门王他派了很多的人去为他的圣殿建筑取木材，他每一个月派1万的苦劳去黎巴嫩取这个香柏木作为建材，又派7万人来扛台，有8万人来凿石头，目的是为了要建造圣殿。不只有所罗门王的匠人，还有西兰的匠人以及加巴勒人，他们都负责了石头的将这个石头凿好并且预备木料和石头来建筑圣殿。可以想见，这样的建筑将会是一个又监牢又可能会是很美丽的一个殿宇。事实上，这个金碧辉煌的圣殿的的确确在当时候呢，吸引了许多国家这个领袖的羡慕金碧辉煌的礼拜堂，金碧辉煌的圣殿，是不是信仰建造的首要条件呢？当然不是。上帝曾经告诉大卫，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篷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上帝他又透过先知以赛亚这样的说道：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金碧辉煌的圣殿并不是上帝所要求，更不是上帝的居所，但却是人与上帝会遇，人与人建立良好关系，实践这个爱的关系的一个处所。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5章到第6章，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劝勉，牧师会把它全部都读一次，因为非常重要这当中讲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怨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
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的她的丈夫。第6章接着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体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是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的侍奉，好像顺服主，不像顺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样的教导，就像前面牧师所分享的，圣殿礼拜堂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人跟上帝的关系，人跟人彼此相爱的关系。在这一段经文众多的要求提醒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或是说目的。他说要献上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有好的行为，献上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要有好的见证。正如保罗在另外一个教导也是这样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这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让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行为上面来看到上帝荣耀的记号。因为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事实上，保罗的教导跟雅各书并没有相违背的地方，都是强调信仰实践的重要性。记住，我们必须要活出见证，这比盖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建筑呢还要来得重要。